再來看立法院今仔日邀請法務部、警政署、交通部等部會來討論食毒賽車相關的修法。法務部是強調講，會修法來提懸刑責，6月底就會上再提出草案，上行政院來審查哦。教育部嘛表示講，9月開始，校園會當開始來做喙瘻的快篩。司法部嘛按說要透過網絡的關鍵字來巡查落架，減少毒品的流通。喙瘻快篩就落實施了後，食毒賽車查緝到的數量也懸。根據警政署的統計，今年1月到5月已經查到6730件食毒賽車案件。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拜一邀請相關部會來質詢，討論防治毒品犯罪跟食毒賽車的相關政策。如果陽性，那很快就會出來。那同時也會做一個尿液的採檢。那尿液的採檢當然這個要搶時間了哈。因為這個尿液採檢，因為當場會就是做一個尿液的一個採檢哈，那個避免那個時間哦，那個整個一個藥效就消退掉了。因為依托米時代下真緊，法務部表示會加強快篩教學檢驗的機制，嘛研議修正相關法規，要提懸法則，打算6月底進前的提出草案上行政院審查。教育部指出，為了防止毒品入去校園，全國已經設置3627間的學校，9192個巡查熱點，未來研議修改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重新制定喙瘻快篩使用的規範，打算9月導入喙瘻快篩，就是要提早發現學生使用毒品的情形。教育部也引進，就是目前所採用的這個快篩唾液的快篩試劑，希望能夠及早能夠來發現學生疑似有這個吸毒品的情形。下架了幾件，那現在是不是越來越猖狂？以毒品和電子菸來講，分別是6000多件，14年到15年有6000多件跟25000件。另外，針對網絡毒品買賣問題，司法部講透過關鍵字的巡查甲落架機制，已經處理超過6600件違規內容，嘛承諾會繼續加強網絡平台的監控，為源頭減少毒品的流通。記者郭金陽、志剛台北報道。